后来立法院今仔日是继续来审查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民进党团一透早把这个白布条批评讲国会已死，针对着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讲要拼三读通过。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持续向韩国瑜来画话，希望退回协商。嘛，伫审议的过程当中，不断提出着修正动议。立法院的外口嘛，未少民众来抗议。都今日起冲突，立法院的内底甲外口拢有警察咧顾。内政部长刘世芳甲警政署长张荣兴一透早就到立法院来看维安的状况，讲会增加女警来维护着女性立委的安全。是，我们就会把两边问去。先关就诊3百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就诊了后，头一遍出现伫镜头前，和先前的警政署长张荣兴到立法院视察维安状况。根据上个礼拜5的状况，第一个我们认为那个保安保六人要能够加派女警，来保护女性的那个立委。两个人会这么紧张，都是因为立法院今仔日继续审议国会职权的修法。立法院外口真侪民众拢来发口号，要求国民党退回法案，由委员会重新审议。那边将加剧到民进党团也全力抗议。反扩权，反黑箱。民进党的立委头壳绑被捕，由被捕条赶快发口号来抗议。党团的总调郭建明向韩国瑜来发声。我们要求的是韩院长，你依执行刑事法，然后我们要有程序正义，经过讨论，经过协商。期望执政党当家不闹事，预计在今天，渴望全部3读通过。不过有60多条国会职权修正条文，想要顺利3读，恐惊无遐尼简单。报告院会，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就像安尼，跟他讨论的过程，民进党一直提出修正动议等等的方式，嘛要互国会职权修法。跟他为讨论背角到休困的时间，一按估计爱50分钟。若讲议会9点开始，反正到暗时12点，结果敢来当讨论18案。各开两边的议会嘛根本是未了。调也继续为着法案来对立，嘛互议事的定数无什么进展。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